弟兄姊妹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利未記第22章第1節至33節，主題係上主向祭司說明有關祭物的規定。作者喺利未記第22章記載祭司同祭物嘅聖潔要求，詳細規範祭司要持守聖潔，同埋對獻祭嘅動物品質有嚴格嘅要求。祭司如果唔潔淨，就唔可以食聖物，否則就會褻瀆上主嘅名字。祭司要謹慎自守，按規條潔淨，先至可以侍奉上主。如果奉獻牲畜俾上主，必須要係冇殘疾嘅動物，先至可以蒙上主悅納。如果奉獻感謝祭，就要當日食完，一啲都唔可以留到第二日。以色列民要謹守遵行上主嘅誡命，因為上主曾經將佢哋從埃及地帶領出嚟，要喺子民中間被尊為聖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利未記第22章記載，以色列民奉獻俾上主嘅，必須要按規條，冇殘疾嘅，先至可以蒙上主悅納。咁你有冇奉獻最好嘅時間、才幹或者資源俾上主呢？另外，你嘅生命有冇榮耀上主呢？